继续来看交通部观光局连续推出2波暖冬的补助，带动过年9天的连假，这个国内的旅游市场嘛对咧烧热。讲这个观光效益高达100亿，各县市的旅游的人次嘛拢有增加。观光局要继续加码，要来推出到春游的补助，讲这个方案真紧就会出炉。 今年春节台湾观光景点真热闹，因为交通部观光局2波的暖冬补助，国民旅游市场嘛回温。去年年底的暖冬方案，以及今年年初的扩大暖冬方案，那已经带来100亿元的观光的一个效益。那全国的平均住房率也提高的大概2到3成。以之前的状况来看，整体的确是有增加，就是消费者的询问度跟住房率。那其中又以嘉义跟花东地区最为显著。 暖冬补助的效益来看，各县市春节观光上新的统计，台中市因为当时办火炮，观光人数比去年成长8成；台北市有7成，南投5成，嘉义、台东嘛有4成的成长。另外，受到去年地震影响的花莲，今年春节连假mau找到160万的旅客，比起前年增加5倍。 春游方案，那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的规划当中，那将有结果之后，将会适时的对外公布。观光局因此要加码推出的春游补助，相继在2月底方案就出炉，但是确定是赶袂赴2、2、8 4天的连续假期，主要是针对40岁以下的自由行、60岁以上团体出游的规划，要让国民旅游市场持续成长。